哎，偏土睡觉偏的累。他会吗？还会吗？他会米咋干？嗯。那他会哪里来的呢？你那咋了？他哪里有钱来呢？多少人过来？烧了吧？烧了吧？米咋干？米咋？哎，发卡那个吧？你听见呀的？W 说的。这叫啥名？米咋？哎，你呢？办弄吧，我好多。这来睡觉片看了嘛，我还记得多久。那个。我回来。没回来。我二的澳门路。啥嘛啦？这个这嘛现在五几三了吧？五几三 A 不？是的啦。是到对了家里。好啦。都也没话的了，都讲我这里来了。都可怜了。都可怜的吧，都要我们讲。那都那比较给了不？然后，都谁的了？都谁？对。都谁来的？先来摸的。好的。OK。我拿回来。啊？我拿回来。真的啦？哎，好拿回来。好了，哥。500多万咋里对啦？真的。500多万是啦，没完。然后规模。跑他500多万。哦，哎，对了，500多万对了不？怎么了？什么来了？哎，好的。谁用嘛500多万，对。啊嘛，找来钱了。你跑嘛？你跑回来。你跑我那没少旅个，我这也陪来骑车了。没有。你跑这个啊，我们个。你check了没？也他来，没也他来看了。